还有录制那个有网络电视台频道所谓这个画面和影片要怎么做呢？手机萤幕录影怎么做呢？想要做的影片有看过，然后按那个喜欢，加入那个加入最爱的，加入喜欢的，点赞啊，有按赞啊，然后到这个频道里面的，到频道里面的这个进入我的频道了，进入我的频道来观看媒体库，观看媒体库。那么找到最上面就是观看记录，最上面观看记录，左边这个就是了。如果找不到，那就看观看记录，点按观看记录这4个字，就出现了。上面有几个项目限制，点按这个观看记录就可以很多了，就可以找得到。就是这一个第一个闽南语台语读经，这个按下去，按到播放的时候，把它滑到下方，然后画面缩小到下方，然后点按你的频道，点按你的频道，就这样啊。这样网络电视台所谓的主要画面就会出现，就一起录影，一起萤幕录影。但是刚刚那个画面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频道 YouTube 频道的这个主要画面，所以可以从进入以后再开始录，也可以放大。如果有画面也可以放大，然后也可以缩小。播放清单了也可以这样做，维持那个频道的所谓画面呢，在这个影片的画面里面，而且是主要的画面。导致终止。